恒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上月離世，香港殯儀館早上舉行團體公祭，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場悼念。大殮儀式將於早上11時舉行，以佛教儀式進行，中午12時15分辭靈，令澤吉日扶柩返回原籍廣東順德大良安葬。在香港殯儀館對面的渣花道遊樂場位置，設有大型帳篷悼念區，中央安放李兆基的遺照，旁邊設有李兆基紀念展覽，以及長12米、高5米的大型祭壇，以白色鮮花為主調。場內設有吊唁留言冊及花池，供自製人士擺放置留言卡。現場播放李兆基的生平紀念影片及展示各界人士的吊唁函件，亦有紀念小冊子供到場人士取閱。李兆基於上月17日離世，享年97歲。